阿伦伫圣所的时，就将判断的宝卦所刻以色列的囝的名，就将判断的宝卦带伫伊的胸前，伫耶和华的面前常常做纪念。你就将乌莲甲土面显伫判断的宝卦内。阿伦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囝的就伫伊的胸前。阿伦就伫耶和华的面前，常常将以色列的判断挂伫胸前。请但牧师讲道，题目是藏伫心上的大求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知影真侪行业拢有伊的制服。当一个人穿起属伫伊的制服的时，别人就看会出伊是甚物款的一个角色。宗教人员嘛是安尼，亲像天主教的教宗、主教，也是佛教的和尚、尼姑，也是道教的遮个道士，因拢有无共形式、色水的服装。无共的服装、色水就代表因的阶级。所以人一看就知影，即个人伫伊宗教上的地位是甚物。但是基督教就真无共，除了圣公会以外，所有的牧师服拢无任何阶级的分别。但是伫宗教改革进前，较毋是安尼。当时的神职人员，因会按照无共款的礼仪来穿无共款的圣袍。但是宗教改革了后，就主张讲万民皆祭司。所以后来所有的神职人员，因就服装就简化落来。但是嘛是有的教派会用无共款的色水来代表因的阶级，亲像咱看圣公会的大主教，伊会穿紫色的衫，代表伊是真尊贵的。毋过咱长老教会的牧师所穿的圣袍，伫即领圣袍伫宗教改革时期是称作日内瓦袍的学术袍。即个圣袍分做两种。一种是长袍的迄种形式，就是主持圣礼典的时爱穿的；一种是锡纸型的，就是我即马穿的，方便平常做礼拜也是出外穿的。这两种圣袍拢是乌色做主，因为乌色代表人有罪、无完全，不配伫上帝面前服侍，所以用安尼服装来代表悔改、谦卑接受耶稣保护的亚看，并且乌色表示看无家己。愿意分别做成的意思。伫现代，除了乌色，咱可能嘛有看到其他色水的这个色字，亲像咱可能看过有牧师穿深蓝色，也是白色，是方便讲牧师去病院探访，也是其他场合的服侍。也是有咱会看有的牧师会穿粉红仔色，这大概是对韩国的教会的流行来的。但是无论倒一款形式的圣袍，拢会伫乌色的领的顶面加一个白色的 color， 这表示牧师的脑后是互上帝清气的。虽然伊也是罪人，但是伊的脑后是互上帝清气，来传达上帝的话。另外，主持圣礼典所穿的迄领大的圣袍，伫即个 color 下面有两条的边，这表示牧师伊传讲的话，只有是旧约甲新约这两。即个对圣经来的话，无有其他的经典，嘛无有其他家己想出来黑白讲的话。另外，嘛有一条红色的即个经带，即个经带一面是红色的，表示耶稣的保护、耶稣的救赎；另外一面是白色的，表示上帝的抹油，表示耶稣是世界的光、望望的意思。所以，当将即红色的即个经带拍起来时，就表示愿意排起耶稣基督的担。这条经带顶面嘛有绣物件，有绣井仔降临，就是圣神亲像井仔降临。这个井仔背后有三个圆箍仔，这表示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这个红色的肩带下面有手，这毋是为着好看来藏的。这个手表示福音有一个真活泼的气力。会用四面来传扬即个福音的生命力，所以后一次若即个圣礼典的时，请咱大家会当详细来看我所穿的即个大、即个长的圣袍，顶面拢有无共款的安尼一个意思。但是真侪现代教派已经拢无伫穿牧师服啊。毋过长老教会嘛有规定，伫主持礼拜也是圣礼典的时，爱穿即个圣袍。虽然上帝无伫看外表，
但是适当的服装，嘛会当互人感受到迄个礼拜仪式的慎重甲威严。亲像咱这几个礼拜伫读出埃及的遮个经文，会看见讲伫会幕内面爱有甚物款的器具，爱照甚物款的规定，寸尺去制作。祭司服侍时，爱照甚物款的规矩。对遮个记载会当互咱看出，特殊虽然看起来真死板，但是特殊秩序会当互人保持敬虔甲规矩。同款，咱今仔日读到28章，28章就是伫规定祭司的服装，嘛非常详细记载爱安怎来制作即个祭司的服装。但是为虾米要规定咧？上帝毋是看外表，无你看外表的吗？但是当人按照上帝的吩咐，真精心去制作祭司所穿的服装，当即个献祭祭司也是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因穿因应该穿的服装，就表示因对因家己服侍的一个看重。就亲像今仔日咱是少年所伫遮来服侍，因就有穿白色的衫，甲深色的长裤也是裙。这表示因是非常看重安尼一个服侍的场合，嘛，互其他的百姓伫会幕外面伫遐听候的百姓，嘛知影讲，祭司因伫服侍的即个场合是非常庄严的，恁就爱保持敬虔。所以今仔日咱透过28章，关系大祭司所穿的衣服的规矩，咱来思考，咱应该安怎来到上帝面前。当时的祭司，伊去到上帝面前为百姓祈求。现在因为耶稣的保护，这个角色已经交代互咱每一个人。所以虽然咱毋免穿祭司穿的服装，但是当咱知影这服装所代表的意义，咱就会当伫咱服侍时，咱祈祷的时，保持正确的心态，保持正确的行动。毋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伫礼拜中间无法度将这个制作圣服的经文，所有的经文来读过一届，所以咱兄弟姊妹转去的时，会当慢慢啊读，透过咱的想象力，将这经文组织起来，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咱透过经文，咱会当发现，上帝毋但是天地的创造者，伊知影安怎来排列这个星球、太阳、星、月亮，伊嘛知影讲万物应该放伫什么款的位置是上好的。并且，咱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咱的上帝嘛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伊将人毋捌看过的服装，只是摩西甲这以色列人中间有智慧的人，和信心充满的人，来将这祭司的服装来制作出来。所以，咱大声来回顾一下，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其中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才是互上帝敬来服侍伊的人。但是，这个支派内面嘛，只有亚伦甲伊的后代，才会当来做祭司，才会当入去迄个会幕来服侍。其他的利未人，因只有伫牵刷会幕的时，搬这个祭司所拆落来的物件。所以，咱想象这个祭司因会当伫会幕服侍，因是非常特别的身份，因是互上帝敬出来的人。所以因穿的衫当然就爱有分别。这个祭司因平常时穿的是幼地布所做的长衫，就是咱看迄束白白的衫，细麻布所做的衫。但是当大祭司伊要入去至圣所为着百姓祈求的时，伊就爱伫这领白色的衫外面搁穿以弗得。以弗得是希伯来文的发音，伊有一束蓝色的外袍。甲一领类似妈妈伫煮饭的时所穿的围裙，这领看起来敢若围裙的衫，是用金线、蓝色、紫色、红色的线所添起来，幼地布所做。所以这领衫其实毋是真轻，因为伊有2条肩带，这2条肩带是用金仔做的，伫肩带顶面有2块红玛瑙。这个红玛瑙顶面有刻6个以色列人支派的名，一边刻6个，所以2边拢总12个支派的名。另外，这领以弗得形成的这个宝冠胸牌，嘛是金仔所做的。
顶面有12粒无共款的宝石，每一个宝石就代表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所以咱想想，当这个大祭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伊大先就要清起伊的身躯，伊要备办好家己，然后穿伊的长袍，穿这规丝蓝色的这个衣服着，甲这个有敢若围裙的这领衣服着来服侍。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时咱来到圣殿服侍，无论咱是甚物款服侍，咱拢毋免阁穿遮个金马宝石所做遮衣服着，遐尔啊贵气的衣服着来到上帝面前。但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伊宝血救赎，咱每一个人嘛应该爱穿一领衫。要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20节到24节，而且有讲，若是恁学习基督，毋是安尼，恁若果然听见伊，搁伫伊受教师，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就是论到恁真情的所做，恁脱去旧的衫，就是照引诱人的私欲伫败坏的；搁恁身心换新，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一者甲咱讲，咱所有的人爱穿一领衫，这领新的衫，毋是你去百货公司会当买会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互咱的这领衫。当咱愿意用嘴承认，当咱愿意用心来领受耶稣的救恩，这领衫就要赏赐互咱。所以各位，虽然咱毋免阁穿即个大祭司所穿的即个衣服着，上帝嘛无规定讲，咱来到伊面前敬拜的时，爱穿礼服，爱戴真贵重的珠宝，咱会当随便穿咱所爱的衫。但是咱只要互耶稣基督赎回的人，咱就爱穿真领。伫以弗所书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做咱的衫，来雕见上帝。什么叫做穿耶稣基督的救恩呢？甲穿衫对比的动作就是脱衫。伫咱要穿一领新衫进前，咱大先会将旧的衫脱落来。所以当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咱就要求主改换咱，就是将即个旧的衫脱落来。然后咱成做伊的学生，跟缀伊，将即个新的衫穿起嚟。跟缀伊，毋是讲咱去读神学院，毋是讲咱伫教会服侍。跟缀耶稣，就是讲咱用耶稣的角度去面对咱生活中间所有大小的所有的代志。当然，咱知影要改变的过程，无可能是10000年一个就完全改好。咱每一个人拢带着咱的罪性。咱无好的习惯，悠远地过咱头前的生活。但是咱知影，当咱不断转来到上帝面前，咱恳求耶稣改去迄个无好的败坏的，咱恳求主恢复创造咱原本有好的形象，有上帝形象的迄个咱。所以基督徒上可贵的就是，虽然咱也会犯罪，但是咱知，咱爱不断转来到上帝面前。咱不断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净咱的罪，所以咱的内心、咱的行为举止嘛，应该要有迄个符合穿新衫的款式。但是真可惜，咱真注重咱的外表穿什么、戴什么，咱用真侪时间伫今仔日咱要穿什么衫，要化什么妆。但是咱较无真详细去查考咱家己的内心、咱的灵魂、咱的内在是怎样。所以有可能咱做基督徒几十年久，咱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咱的内心也是咱的信仰层次，犹原是停留伫真幼稚，甚至是真黑暗的地步。但是咱无法度用外表来欺骗上帝，就亲像当时的大祭司。因若有一点仔无谨慎，就会死伫至圣所内面。同款，上帝无需要咱来敬拜伊，来服侍伊。但是人若想讲，我会当用我错误的态度去面对上帝，我若会当佫献上佫较好、佫较侪金钱来讹洗上帝，这就是毋对的一种的心态。佫来，咱来看即领衣服着的设计。我头拄有讲过，衣服着有2条的肩带，
这简带顶面分别有一地的红马佬，一边刻有6个以色列支派的名，两边拢总刻有12个支派的名。所以，当这个大祭司伊去到上帝面前的时，伊就要派这12个名来去到上帝面前。所以，为什么上帝爱人安尼会设计制作呢？第一，这表示上帝永远纪念以色列的子民。咱对以色列人的历史内面，看见上帝是安怎拢无忘记哩伊的百姓，甚至伫因背逆的时，上帝要不时将因藏伫上帝内心。虽然有处罚，毋过嘛表示上帝无放弃。咱来看重上帝的处罚，为什么？伫箴言有安尼甲咱讲：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亲像老爸责备伊所欢喜的囝。当一个做老爸，伊会去处罚伊的囝时，表示伊疼伊的囝，伊毋愿意伊的囝搁犯同款的错误。同款，当上帝处罚咱的时，咱感谢上帝，因为伊看重咱，伊看咱是伊的囝。第二，这嘛表示，当大祭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伊毋是一个人来，伊是担着所有的百姓来上帝面前来祈求。咱拢知影。旧约真侪经文拢是指引耶稣基督，这段经文嘛是安尼。耶稣就是咱的大祭司，伊用伊的金甲头将咱派到上帝面前。若无透过伊的保护，至圣所迄块场离要隔伫咱甲上帝中间。现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即个场离来拆离，所以咱每一个人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并且。耶稣上天了后，伊将安尼任务、大祭司的任务交代互咱每一个人，爱咱将所有的百姓的名担到上帝面前，为着因来求上帝赦免、上帝拯救。所以这就是在甲咱讲，咱祈祷的时，毋那是为着家己、为着亲人朋友在祈祷，咱嘛有义务爱替所有咱毋捌的人、咱的世界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我毋知咱伫看新闻的时是甚物款的心态。咱伫看新闻的时，咱嘛会当祈祷。无论咱是透过电视、报纸、手机咱伫看遮个新闻，咱拢会当随时马上替遮个人，也是即个世界遮个代志事件来祈祷。亲像2礼拜之前，咱看到伫迄个柔道的迄个教练的迄个事件内面。迄个囡仔互摔到，即时要伫昏迷。除了咱看新闻，一直伫遐骂迄个教练无良心，咱会当做安尼代志以外，咱会当做甚物？咱会当马上替即个囡仔、替伊的家庭祈祷。佮亲像咱知影中南部欠水，但是甲咱遮住伫北部的人有啥物关系呢？咱也无欠水啊，当然有关系，因为圣经甲咱讲。一个机体在受苦，咱共一个身躯，咱就拢总伫受苦。佮亲像咱看印度，每工是几10万人伫遐染病，遐尼远，甲我有啥物关系？伫世界漂流，互人踢来踢去的遮难民，甲我有啥物关系？真侪所在，因生活伫互压迫、无自由的人、无尊严的人，因甲我有啥物关系？遮代志看起来甲咱拢无关系。但是咱无袂记哩，咱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咱拢是属伫上帝囝儿，所以咱遮个咱真健康，咱有自主想法的遮个人，咱就应该有责任为着遮个人来祈祷，为着遮个事件来祈祷，咱有责任来恢复上帝创造的迄个美丽世界。但是要安怎做呢？我最近看一本册内面有写着讲。基督徒的性格不在伫伊敢有努力做一个好人，伊的性格是在伫伊敢有学习伫耶稣基督国外日所创造迄个新的世界生活。迄就是咱照着洗礼公开进入的新的世界。即个世界伫真侪角落发生真侪代志，咱什物拢无法度做，咱只会当祈祷。不过，即个世界有一个部分是咱会当做的。就是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的性格，甲全世界的性格是相连的。即句话意思就是啥？
就是讲，咱要恢复上帝创造迄个美丽的世界，是爱对咱每一个人的祈祷甲咱的改变来开始。所以，正人类的苦嘛是咱的苦。信仰绝对毋是一个人密起来领受，我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就好啊。信仰是咱爱同担苦难，咱爱做伙伫即个苦难受伤的世界来做医治的工课。所以真侪人是用安尼信念开始因所做的工课。伫咱台湾，咱拢真知影台湾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伫1950年，美国的宣教师鲍勃·皮尔斯，伊看见讲，奈会全世界有遐尼侪囡仔活伫战争、丧凶、骄傲的中间，所以伊就祈祷一句话，伊讲：，互上帝伤心心碎的代志，嘛互我心碎；愿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所以，当伊看见遮个，伊就开始做伊的儿童事工。到现在，世界展望会伫全世界约100个国家内面，拢有据点伫服务囡仔。每一年有超过1亿的人口来受到因的帮助。另外，为着别人奉献这项代志，咱嘛会当来思考。可能有人会想讲：啊，咱的教会好就好啊，咱的教会啊欠钱，咱敢有需要去帮助其他的机构，也是其他的教会咧？今仔日的经文嘛，互咱答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咱上山教会担到上帝面前，替咱祈求，所以咱嘛爱将有需要的机构甲教会担到上帝面前。伫这方面，咱的教会真正有实践听甲分享。伫旧年，咱规个7000中会的统计，咱教会经常会排名全7000中会的第9名。但是，咱对总会、中会也是机构的奉献，是排全7000中会的第2名。就是咱对外的奉献，是超过真侪7000中会内面的遮个大教会，并且这个奉献无包括咱兄弟姊妹伫一寡奉献主日，咱对遮个奉献主日的奉献。嘛无包括咱对毋是长老教会的机构的奉献，所以咱是一个真正实践听甲分享的教会。我嘛相信上帝对伫愿意分担其他的人、其他教会的需要的上山教会，一定会大大祝福，一定袂互咱有欠亏。过来，咱来看这领以弗得行程的部分嘛，非常的特别。这个部分叫做判断的宝冠，决断的胸带。伫顶面有放12粒宝石，每一个宝石代表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名。这个物件为什么要派这个物件去到上帝面前呢？第29节到30节有甲咱讲，当阿伦进入至圣所服侍时，爱将这个物件派伫伊的行程，做上帝伫上帝面前的纪念。并且伫遮有出现2项物件，甲阿伦讲：你着将乌灵甲土明放伫即个判断的宝冠内面。当阿伦到上帝面前的时，爱将即个判断排伫伊的行程。伫现代中文译版将即个判断的宝冠翻做是推断上帝旨意的胸牌，这互咱较了解。就是讲，当大祭司入去至圣所的时，代表规个以色列的民族入去。伫遐，当伊派着安尼决断的胸牌，判断上帝旨意的即个胸牌时，就会当对安尼来知影上帝的旨意是甚物。然后出来了后，会当用所有的百姓来传达上帝的意思。但是伫遮出现2项物件，乌灵甲土明，这到底是甚物呢？到现代，犹原无学者会当确定这2项物件生了是甚物款，爱安怎使用。但是非常明显，就是以色列人当因拄着真重要的事件的时，祭司会用因来问上帝意思。乌灵的意思是光明，
透明的意思是完美。伫圣经内面有几个所在有出现这两项物件的使用，譬如讲，当大卫伊伫刀闪所罗门王的对台时，伊就叫即个大祭司摕以弗得来祈祷上帝，问上帝意思。另外，后来大卫甲亚玛力人战争的时，伊嘛叫大祭司摕以弗得来问上帝，讲伊敢会当去入即个亚玛力人。所以我想，上帝设立乌灵甲土明，就是要互以色列人学习，恁袂当照恁家己的意思，恁爱照我的意思。所以当因伫面对真重要决定的时，就是请大祭司请即个以弗得，用乌灵甲土明来问上帝意思。当上帝讲是就是是，当上帝讲袂当就是袂当。所以当我看见这段经文的时，我就咧反省讲，有当时咱的祈祷的态度真正需要调整，因为有当时咱伫祈祷内面已经预设立场，咱求上帝伫咱所爱的这路经一条，互我去行。这好亲像是爱上帝替咱背书，认同咱的想法同款。但是咱这是伫求上帝的旨意，也是伫求上帝讲啊，上帝啊，你来证实我想要爱行的道路。另外，咱嘛有定定听见，也是咱家己拢会讲出来的话。啊，上求拜托你，互我一点仔时间来祈祷，互我祈求上帝的意思。基督徒定定会用祈祷、祈求来做咱停落来的一个理由。啊，即时我需要上帝的答案，所以我即时什么拢袂当做，我爱停落来，我爱祈祷来祈求。但是这两项想法，敢拢真正是正确的？当然，伫咱面对真重要的决定进前，咱一定爱祈祷。但是，咱的性命袂当因为安尼就停止无要进前，因为上帝旨意早就透过圣经、透过耶稣的性命甲教导，非常清楚地向咱来显明。当咱看圣经中间这人物，当上帝对因有特别的呼召，上帝就主动直接清楚互因知。咱来回想保罗，伊安怎互耶稣敬？耶稣是用大光来照保罗，光甲伊的目睭是青面。但是当保罗互耶稣竞选的时，保罗敢有甲耶稣讲：求你互我一个印证，我甲要清楚知影是你呼召我，我甲要去服侍你。无呢，咱就看见保罗伊就安尼去。所以有当时咱太侪选择，咱毋愿意为着家己的决定来负责任。咱惊失败，咱惊毋着路，所以咱将一切责任来撒互上帝。上帝啊，我祈求你的旨意。但是这敢正确咧？我看过一篇文章，这个作者讲，当咱伫做决定的时，咱真正爱祈祷。但是咱的祈祷袂当是讲，上帝啊，求你互我知你的旨意。过去咱可能是安尼祈祷，但是了后咱爱改变，咱爱讲。上帝啊，求你清起我的动机，互我的祈祷毋是杀责任，互我所做的决定会当荣光你，利益别人。也是咱嘛会当祈祷讲，上帝求你互我通过读你的话，搁较认捌你，明白你的心意。另外，伫咱的祈祷了后，若上帝无互咱一个真明确的一个答案，咱毋是停伫遐。咱就勇敢做决定吧，因为咱相信，无论是甚物款的路，上帝拢甲咱同行。所以，咱伫敲找上帝旨意的时，咱袂当随便来现圣经来找答案。平常的功夫，伫平常时就爱练互知，就是咱来好好读圣经，认捌上帝；咱来好好祈祷，动机爱单纯，然后咱提出勇气。做出决定。所以，望讲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看见祭司所穿的以弗得，互咱会当对咱家己祭司的身份，搁较无共款的安尼的看待。咱拢是耶稣基督所交代的大祭司。耶稣为着咱开一条搁深搁活的道路，互咱会当进入至圣所，随时来到上帝宝座前。今仔日。这个祭司的这份交代互你，咱无需要使用以弗得
乌灵土明来求问上帝意思，因为上帝的答案拢记载伫即本圣经内面。当咱读圣经，信心就要引带咱，互咱会当明白上帝意思。咱做伙来祈祷。